廣東人埋嚟聽古仔啊，講下你鄉下最巴閉嘅人。東莞就係袁崇煥啊，明朝嘅鐵血將軍，重挫清太祖努爾哈赤，第一個將跳南馬頂硬上，嗌遍全世界嘅廣東人。佛山就係李小龍啊，用拳頭打碎東西方文化壁壘，等全世界都知中國人唔係東亞病夫。肇慶係莫宣興，劉德華話17歲那日不要臉參加了挑戰。同樣17歲，莫宣興就話我本南山鳳，喜同繁鳥群，奪得咗嶺南第一個狀元，激勵咗無數讀書人。湛江陳文玉上書唐太宗李世民，為雷州定名，開啟咗湛江嘅文明開化之路，被尊為雷祖。茂名冼夫人被稱為嶺南聖母，佢收復咗海南島，仲將漢族、李族嘅文明交融喺一齊，被周總理稱為中國巾幗英雄第一人。珠海容閎，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，促成咗幼童留美計劃，冇佢啊就冇詹天佑唐紹儀，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。雲浮慧能大師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韶關張九齡，蘇東坡嘅明月幾時有係咪好出名啊？但係張九齡嘅海上生明月一樣好把炮啊！佢仲開鑿咗梅關古道，連通中原同嶺南，靚仔到連唐玄宗都贈佢4個字：九齡風度。清遠何昌祺，頭先講嘅張九齡咧係嶺南文臣嘅代表，咁何昌祺咧就係嶺南武將第一，佢係唐朝郭子儀手下嘅大將啊！喺安史之亂，佢擊敗叛軍，立下咗汗馬功勞。惠州廖仲愷，中山先生嘅左右手，為民主革命作出重要貢獻。同中山先生一樣，都有一座大學係用佢嘅名嚟命名嘅。潮州林大欽21歲就中狀元啊，被譽為文曲星。可能你屋企過年都貼過佢寫嘅揮春啊！天增歲月人增壽，春滿乾坤福滿門。汕頭陳志雄，南洋巨賈僑商翹楚啊！佢屋企成個飛機場咁大，係嶺南第一僑宅嚟嘅。潮汕有個諺語叫做夫唔腳似黃鴨，就話佢啦。揭陽莊世平，愛國僑領，金庸報國。49年喺香港升起咗第一面5星紅旗。喺佢臨終之前啊，將2000億身家捐獻俾國家。中山先生，佢推翻清朝，建立現代文明社會。佢話要立志做大事，不要立志做大官。你知唔知全中國200幾個城市都有中山路？江門梁啟超啊，前無古人創造性咁提出中華民族嘅概念。少年中國說激盪咗100年風雲，一支筆論盡新思想新文化，啟蒙咗無數人。梅州葉劍英傑出嘅革命家、軍事家、政治家，用膽識同埋智慧書寫中國歷史。深圳袁庚參加東江中隊，打過日本仔。時間就係金錢，效率就係生命，呢句說話係佢講嘅。佢打響咗改革開放嘅第一炮。汕尾彭泰本是富家子弟，但係佢燒田契、棄家業，締造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，被譽為農民運動大王。陽江關山月，嶺南畫派嘅泰斗人物，一幅江山如此多嬌，高原人民大會堂用水墨山河鑄造民族氣象豐碑。河源阮兆仙，中華審計制度嘅奠基人，定下咗6不准鐵律，令到貪污腐敗無所遁形。廣州冼星海，風在後，馬在叫，黃河在咆哮，一曲黃河大合唱如驚濤裂岸，喚醒咗中華兒女嘅血性與鬥志。你話我講得啱唔啱呢？